ATV 升級演唱會，好音樂唱不停。恭喜發財，新年快樂，馬年行大運。大家好，我哋係星光家族嘅黃文濤、李建龍，好開心同大家喺度拜年啦！今集啊，就係我哋兩位樂壇嘅後輩咧，用好音樂同大家喺馬年啊打響頭炮。喺跟住落嚟嘅幾個禮拜裏邊呢，我哋好音樂唱不停會用唔同嘅主題為大家送上唔同類型嘅好歌。冇錯啦，建龍啊，今日第一集啊，不如你先介紹一下咧，我哋用嘅咩主題同大家先聲奪人啦？犀利啦！今集嘅主題咧，分別就係電視同埋電影金曲嘅，有一眾唱家班，好似李龍基、葉振棠、柳影虹、肥媽以及 ATV 嘅一眾藝員等等親身演繹。好啊，咁不如先睇一睇電視金曲啦。電視嘅出現改變咗香港人嘅生活模式，而電視劇主題曲嘅興起就改變咗香港人聽歌嘅文化。70、80年代電視劇主題曲熱潮崛起，無數反映市民心態嘅廣東歌大行其道，仲間接令粵曲式微、披頭四同貓王讓位，唔止紅霸樂壇，更造就唔少樂壇巨星。隨住時間過去，除咗電視劇集本身令人回味無窮，呢啲電視金曲亦都永遠歷久常新。而家就帶大家入去舞台，回味屬於所有香港人嘅電視金曲